透過自己嘅病去重新認識自己，喺啲艱苦嘅時候，真係多謝主耶穌去每次都聽禱告，每次都去俾最好嘅嘢我，等我去渡過每一個難關。2000年，恒仔確診軟組織惡性腫瘤，英國手術、化療同埋電療後康復。19年後，佢確診慢性骨髓炎，一次意外刮傷小腿，傷口持續潰爛同埋發炎。當中隻腳不停爛，不停抗生素，都有好多痛苦喺裏邊嘅。嗰幾年我差唔多每年都有一半時間喺醫院嘅。嗰個慢性骨髓炎係即係咁難醫嘅，嗰隻菌係最強嘅抗生素都未必每一次都打得贏。咁佢時好時壞，根本係冇好嘅可能性嘅。最艱辛嘅日子裏邊，我都好唔開心，我都有抑鬱，都會生氣啊，會發火啊，因為都唔知道點樣同太太個處理啊，咁甚至都鬧到好唔開心，自己又自卑。恒仔最痛苦嘅時候，神差派一位天使帶領佢重新認識神。其中一次覆診撞到阿 Wesley， 嗰陣時先知原來阿 Wesley 都要陪啲家人去覆診。其實我哋大家都係消防員嚟嘅，佢係幫辦啦，我唔係好識佢嘅。佢喺咁沉重佢屋企人嘅事上邊，佢都走埋嚟去關心我，去為我祈禱。其實我以前都係返教會嘅人嚟嘅，但係又係去咗年青嘅時候又冇返啦。今次喺病嘅當中裏邊，神就再一次透過 Wesley 令我重新同佢連結翻一齊，令到我可以再去認識神。2022年，恒仔嘅小腿做皮瓣移植手術醫治傷口。2023年，佢嘅小腿皮瓣傷口又再度受到感染，恢復抗生素、洗傷口同埋嗎啡等痛苦嘅治療。皮瓣感染之後，自己都捱得好痛苦啊！究竟係咪真係斬腳呢？其實我唔係好驚斬腳嘅，只係擔心斬咗腳我日後嘅生活啊，我自己搞唔搞得掂呢？當時我太太又好唔開心啦，阿媽又係唔開心。恒仔身心承受痛苦，有弟兄姊妹支持同埋鼓勵，學習與太太一齊面對呢個難關。我發現弟兄姊妹嘅支持同埋鼓勵係好重要嘅。咁因為嗰陣時我面對住我太太啦、我媽啦，佢哋兩個成日都喊。嗰陣時咩都唔識，喺小組會裏邊，我哋都會有一齊查經、一齊唱詩歌。神將我帶到去呢啲地方，令到我心情都可以好舒暢、好安穩、好平安咁樣去繼續去迎接我治療上面嘅各種痛啊、各種煩嘅嘢啊。後期我都揾輔導啦，我喺教會裏面揾有啲傳道人、有啲資深嘅輔導員，佢都同我傾偈。咁我都會明白到夫妻之間面對病患，大家要學一啲嘢去處理好呢個難關咯，去為太太、去為自己嘅家人做好自己，去改變自己啊。2024年，恒仔腳嘅潰爛情況更加嚴重，佢透過祈禱得主引領，安然接受截肢手術。去面對有抗生素療程嘅時候，我嗰陣時我祈禱，我同神講個 MRI 報告如果係真係差到大概不能夠扭轉嘅時候，我就跟住你嘅意思去揀做手術啦。我收到嘅係個報告啲骨都碎裂晒啦，踩落地都冇力啦，行唔到啦。我相信神要我去揀截肢嘅人生下一步。2024年11月，恒仔完成截肢手術，神讓佢展開意想不到嘅新生活。去到電動輪椅嗰間鋪頭嘅老闆閒談當中，第時有咩運動可以玩啊？咁佢就竟然提到我，喂，唔使諗啦，你去打輪椅劍擊啊！佢嗰度需要人啊！佢就好快2日之後就俾咗 WhatsApp 我，呢個係總教練啊，你自己 WhatsApp 去揾佢啦。我都諗下得唔得㗎？之後膽粗粗去 WhatsApp 黃教練，咁原來黃教練就係香港殘疾人士嘅輪椅劍擊嘅總教練嚟嘅。輪椅劍擊我係完全唔認識嘅，咁後尾同教練商量，佢都俾信心、俾勇氣我，你嚟啦，你嚟去練啦。我收工之後可以過去做訓練啦，1個禮拜3至5晚啦，好奇妙。由零認識輪椅劍擊開始，咁雖然呢個運動係3至5年先至可以打得下嘅，咁我都好開心喺咁初段又有咁多有比賽啊，有訓練啊，又仲要喺香港比賽嘅機會。4月嗰陣時係經歷過同
同嘅選手去對壘啦，嗰個心情係好興奮。11月亦都有機會去泰國集訓練之餘有一個小型嘅比賽，咁希望到時教練安排俾我哋一齊去咯。年尾嘅全運會之後有殘疾人士嘅運動會啦，我哋都有機會去出賽嘅。2025年7月，恒仔成功安裝義肢。佢曾經走過患疾嘅路，樂意與病患者同行。透過自己嘅病去重新認識自己喺艱苦嘅時候，大個咗咯，成熟咗咯。我如果見到啲同路人，例如智智者啊、患癌症病患者啊，我都會盡量去協助佢，或者將我嘅知識分享俾佢哋。喺我自己病患嘅經歷裏邊，深刻嘅係我自己好需要別人嘅幫助同埋別人嘅提醒、別人嘅支持。佢都係可能係主耶穌派嚟去幫助你，或者係去渡過嗰個難關嘅好重要嘅關鍵人物。希望神繼續去帶領住我去幫助身邊所有人。有一個癌關小組叫圍爐取暖，每個月都有個禮拜日嘅下晝，我哋都一定出席去支持身邊好多唔同嘅病友。